日我又嚟從工地啦，嗱，我哋而家御龍山咧正式收尾啦，咁呢位哥哥仔咧就喺度同我長步啦。呢哥哥停停啦，係，我想採訪一下你，你在幹嘛？在燙強迫熱燙的。啊，為什麼要做熱燙呢？強迫？熱燙的就不那麼容易發霉了，然後那個甲醛的話就可以把它釋放出來，燙出來了。哦，換句來說，如果做了熱燙之後，它的甲醇含量可以盡快的可以揮發出來，然後不容易發霉，對嗎？你做了好多家喎。做了10幾家吧。在這邊都做了10幾家。嗱喺長布呢樣嘢咧，我同大家科普一下嚇。有長布、長紙同埋長膠，其實佢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材質嘅唔同。長紙嘅話咧就係每一大概係80公分一條，時間耐咗咧，縫同縫之間，無論係進口又好國產都好咧，佢一定係會開縫，嗰條裂縫一定會變黑嘅。咁佢通常嘅用咧就係叫糯米膠。咁長布咧我哋咧叫做即係叫無限連縫嘅，所有一面牆可以無限，你100米、200米佢都可以全部續上去嘅。好似我哋呢咁長咁啦，我哋依家做到嗰個一門到頂嘅話咧，佢相對嚟講一面就會好靚仔噶啦。咁長布咧就係有熱燙同埋冷燙。熱燙嘅話咧可以盡短時間之內將甲醛嗰含量可以揮發得出嚟嘅。第二個咧就係佢粘合度更好，同埋唔容易散發出嗰個霉斑點。所以咧好多人話我點解我自己買個長布又會特別好用？咁點解人哋買嗰啲長布又容易發霉？咁其實佢有啲技巧喺裏邊嘅。咁仲有一個叫長膠，長膠嘅話咧就係等於長布嘅另外一種膠面嚟嘅。咁佢表面係防水嘅，但佢唔可以熱燙，因為佢一熱燙之後咧，佢就會容易捲形嘅。所以咧，唔同嘅材料有唔同嘅做法。各位觀眾，你 get 到未？如果對專業呢樣嘢你仲未係好清楚嘅話咧，可以後台私聊我哋，或者繼續追睇我哋。今期先分享到呢度，下期再同大家再見，拜拜。